扎通的工人大街帕萨公门的呢，然后这一落大了，也跟电视上看懂这个呢，诺因比诺呢，扎通个大波我妈因啦，容易拉手中因巴的。扎通的，我有用个自然没本的呢，我别把从话来点激动，给这呀看懂这个呢，诺因比诺能扎通个大波我妈因，容易拉手因。2016年取得了玉树牦牛、玉树黑心科、玉树蕨麻等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等级证书。2017年，玉树牦牛被认定为全省唯一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。玉树牦牛在2021年1月8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第381号公告，至此，玉树牦牛正式成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。牦牛价值创造社会价值，牦牛精神引领时代精神。哎呀，主播那么，下面呢，我从门的照片人气的话，地基材里动，带来努力者，你懂年纪了，中国新币落来都现在，从业而且诺那的你决定叫工作参与，中美拉手级别利用项目的，那么从现在等不级别，从美搞死弄了。让心烫，那妈妈烫起自己让心大头嘛，就一胸娃让些洗澡呢。可动嘴巴吹的开的里，怕是这么长那这些汤，街上菜我自己打把洞，来他给他和他，管他说那不止作为电影摄影，对你过度就掐的胸部过浪过住过岗过口过岗，有人过早过去是就不累，学得起。这模样的黑白我们的胸，把灯打完就把手，若在电影里面当着里。舆论这就世界不怎么错，要谁的赢的就是为看谁的。铁的三番有的我们打的就完，我们马克奥特马克红旗头发喜欢的，铁的三番有的我们打的就完，中马马克把草马克垃圾头发。过了破皮炸了，路了穷过了看了，谁比马起过了痛比我凶，哎过了痛比我凶。干不当跟我进当了当，那帮谁不当个卡，钱要来了当个俺嘛，想谁就谁不谁，让谁没谁让谁，那帮谁不谁就卡，钱要来了谁就俺嘛，想谁就哎。大家不，他那本不就当没难过，那得啥不那不那得啥咋都灵哦，弄那钱这里俺嘛，都比较有点主张那咋个弄那里哦，主张那咋个弄那，有那人谁我弄那，弄那你那不认你那弄那。Banana, banan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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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ana,